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《福氣來咧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呢，我哋來強下認識，強下來談，因為喺新生台創作社會上，結構上當學堂有清新療癒嘅感覺。香港呢，佢理下呢，讓嘟嘟喺大學4年生，竟然係我畢業天天。不過呢，我想。今年係佢當豐收嘅一年，因為呢，佢讓嘟嘟拿到國際客家流行音樂節2座冠軍，創作組、老青年組嘅大頭名吼。到底佢係馬啥呢？你哋係先來談佢嘅歌聲好冇？你哋係實來歡迎馮如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馮如涵，我是雨涵。哇，當歡喜哈，看到你，因為在比賽時間我就有聽到你唱歌，今日就坐在啲節目當中同大家介紹哈，張太學4年生，因為有按到嘅創作也講按到嘅能量哦。其實一開始是朋友在鼓勵我，就是、鼓勵你對創作，因為我以前都唱別人的歌。他們就覺得說，你這樣子以後大家記得你，都會想說你是唱誰的歌，而不是記住你這個人，你的創作。哦，係啊，你哈，家家下你唱嘅本質噶，你也首歌曲大頭名嘅歌，你啲都在寫乜嘅東西？本質噶呢個歌係寫我嘅童年神法，就是想要敘述我以前小時候的一些經歷，然後因為這首歌是在半夜寫出來的哦，對，就是在大學，在台北讀書，異鄉，然後那時候碰到很多挫折，覺得我好像快畢業了，但是卻又沒有做出一個自己想要走的道路，這樣子，就是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，然後就突然想到家人，然後他們就說，不管我以後做什麼決定，都會全力支持。所以這首歌算是寫給自己，希望以後能夠帶着其實一開始對音樂的初心，然後熱情，能希望繼續走下去。對。嗰時候聽人哋講，係無論你做乜嘅，你不卡你就係全力來支持你，係嘛？跟安尼你就有強大的後盾啊！對啊，就唔是誰話，一下我看你彈吉他，你寫歌曲，你唱歌，個人一擺因為想愛來報名參加模擬創作。因為這個是我朋友就貼給我的，然後因為其實我不知道，一開始不知道有這個比賽，然後他們就想說，你既然都寫了客家歌，為什麼不去比一下客家比賽這樣子？我就想說，哦，好啊。
看了一下那个比赛的初赛的地方是在龙潭哦，是我家乡，对，所以就想说那就试试看这样。对。跟你讲起来，你第比赛以前，你拜比赛以前就有下客家歌嘞？有，对，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，对，也是一个误打误撞写出来的2首歌这样子，对。就一拜就下6数，对，就是试试看这样。不说对我来讲，客家话、语堂，然后讲喺生活当中懂吃盐的事情嘛。对啊，只是因为现在在台北，就是听的都是中文，比较少在练习客家话，所以有时候突然讲客家话的时候会打结。唔怕，你根本就攞嚟練下，還是喺講嚟到嘗試嘅要打結嘅地方，就真係夾包含下，因為唔加講到就環境當重要咩？對，就要有人來練習。嚇，你根本就嚟做隊友嚟練習嗬，做隊。講你從細開始就好唱歌嗎？有冇開始嚟唱歌？小時候是很喜歡看那種，就是天師節目。都是什麼唱歌的，就有唱歌嘅。對，然後印象中那時候是徐懷鈺就唱的《有怪獸》的那個，對，然後那時候小時候聽媽媽聽唐阿妹講，我小時候就是很喜歡跟着一起唱跳。所以其實算是從小就開始耳濡目染。從細嘅立志要做唱跳歌手就做嘅。以前是這樣。真係記得。對。後來就轉型。後來有冇講一個拿定樂器安尼師彈師唱呢？因為在高中的時候就是加入了那個吉他社。對。高中嘅時間，你就即刻講啊，要揀一吉他社安尼哦。對，就是一個考試，因為要考主唱，對，然後那時候就去試試看，然後就進了吉他社，然後就跟同學朋友一起練習吉他，唱歌啊，對。就安尼開始咧。我哋因為你講細來練吉他，係唔係要腳細妹啊？嗬，佢細妹彈吉他係做乜嘅呢？其實全部都係因為可能知道講安尼做得彈唱，懂你講懂神氣啊呢，好就覺得很有成就感，係嗎？那時候就覺得說男生可以，女生也可以啊。哎，就所以就是去努力練習這樣子。係啊，竟然那時開始你自家嘅音樂創作，真正開始寫歌曲。其實在大學3年級的時候，1年前。對，才1年。你真正開始寫歌，1年。將1年時間。對。嗰時候你高中的吉他社啊嘛，趕緊就冇寫歌，就練聽聽。有寫，但是就是很隨便的寫，就是沒有說要很正經的下嘛，該歌，就是一起那隨便哼哼唱唱這樣子。係啊，你哈。對。你記得你嗰當時清早寫嘅歌係乜嘅嗎？我記得啦。我那一首歌沒有曝光，就是第一首，就因為比較不太成熟，所以後來都會用第2首歌來跟大家說，這是第1首完整的歌哦。哪個歌？這是跟高中的社團朋友們一起寫的，叫《這一天》。呀，音樂，你都在寫乜嘅東西？在寫真正是學生時期的青春歲月，就是因為以前的學生，高中之前都是大家一起上課，每一堂課都一樣。然後那我才覺得是真正的學生，像大學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課，然後大家有自己的行程，所以其實大家都在上課的時候才會碰到，下課就散了。對，所以其實算是紀念學生的生活這樣子。當初鄉下上課，有得有革命情感的感覺。當時合一下要畢業的呢？對啊。係冇？做嚟彈唱一下，你提速較完整嘅創作送俾大家，咩送俾一下要畢業嘅學生嘅，好冇 ？OK， 好，這一天。這一天，彼此擁有的瞬間，就不再短短3年，最珍貴的寶藏就算是時間上分個線，切個美好畫面，一些些一點點的回憶，一陣陣一頁頁的照片，拼貼着我們曾經大聲歡唱的那一夜，一滴滴不停流下眼淚，一雙雙捨不得。
耶稣歌曲要送俾人家呢，真嘅爱毕业，新冠都会唔判的吗？会很紧张，有诶，就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工作顺不顺利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好，以后就按上去行音乐一条路係嘛？对。好。加油加油！其實做乜嘅嗬，除咗留意堅持做下去，我表演下張點咩？好，第一下呢，請大家聊一下進到節目當中，繼續來談以涵分享佢嘅音樂之路，有青島嘅想法喎，請大家先聊一下。哇！今日喺節目當中，兩個社會上呢是王怡涵咯。當後生唔過呢，開始有新嘅作品，見來老大家分享咯。分享如何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如何？係，家下唱嘅咧童話兒啊，嗬，童話兒家聽下音樂嘅節奏出動強快。當初我自家去看有童話書，我去山頂踩安尼行，真係要去到嘅葡萄，看呢佢天涯出去有童話。真見當唱落下呢當講誒，也係新下嘅歌曲。對，老不記家一起寫的。哦，嗰當時你有冇想愛寫童話嘅安尼嘅議題？係唔係因為客家嘅童話節？係啊，因為從細就啲馬街童話季，然後馬街發通，就很多都是老童話有關係嘅，對，所以就覺得。童話對於客家文化來講係動重要嘅事。哦，記唔記得羅浮喺龍潭？係。龍潭嗰邊嘅山頭應該沒有青島嘅童話。對啊，滿山都係童話啪啪嘅一片，這樣子。真嘅呢，我細細出看到嘅童話。以為是遠遠看會很像是雪。所以那個歌詞裡面就有寫到，出動強快安尼啦哈。其實我細細時間我真見冇乜了解，我睇嚟以後我啲有童話節，我張網我婆佢講頭擺佢就細細出發去念嘅幼童節去做幼。唔過佢就講喺呀下，我就講見到推廣，真有安尼嘅童話節，本係個很難認識啦。好，家下聽你唱歌就知道講，其實你哋音樂創作嘅時節有青島冇共樣嘅風格。咁你最喜歡用哪一種嘅創作嘅方式？最喜歡的應該是溫暖的感覺，因為很多老師可能聽到我們的後上影創作嘅歌都是比較負面的。用來，比如歌係乜嘅呢？就是例如說，我們去年的金曲獎，得獎的新人是草東沒有派對，就他們是我們的後上影的代表。對，所以聽了他們歌就覺得，你的後上影好像對我們的未來好像沒有什麼期望的感覺。對，所以想要打破這個給大家的印象。對，所以想要寫一些比較有
希望的歌，然后就是希望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这样子的歌。跟你自家一下有做华语嘅创作，没有做客家嘅创作。因为我哋嘅创作嘅时节，韩国人会去听青岛嘅音乐冇？会啊，就是有可能很多一般流行美国的，然后欧洲的也会听，对，然后有些甚至是日本啊那些，就是很多不一样的曲风都会听，都会尝试创作这样。嘅客家嘅你青好堂咪嘅也有乜嘅影響你當陳劇嘅歌曲？有兩首。哦，咩歌？第一首係葉公公，葉公公，就是就是國中的時候，第一次聽到這首歌，就想說，聽起來好像是客家歌，然後聽一下那個曲子，覺得怎麼有點日文歌、韓文歌的那種感覺，就覺得好酷，原來客家歌就是糖戲落去暗用。當好糖嘅意思係啊。對。嗰首歌當時你係咪看客家電視台嘅戲安尼，公演是安尼？其實不是。你有冇聽到一個？我嘅貴少嘅主音，對，他推薦我這首客家歌，本來聽，他說：雨涵，你聽聽看這一首，然後你也可以試試看練習這樣子。然後就聽了就原來客家歌是這樣子，因為以前這個時節都是聽到散歌啊、平板，所以都以為客家歌就會按用這個樣子，這樣子。所以後來聽到流行歌曲之後，就慢慢就是喜歡上這樣子。哦，既然唱一下本大家聽，看王以涵佢講叫唱安尼溫暖嘅、有正面嘅，佢嘅葉公公又會上到用嘅。葉公公秀才郎，那個故事我已經從細聽到大，對跳擺的流傳下來。葉公公秀才郎，根本與我的偏安無一樣，聽葉公大下公古的龍應家。雖然唱歌以溫柔嘅感覺咧，就是因為很喜歡，然後歌詞也是很打動我的心，所以唱起來很有感覺，電情嘅感覺。而家講到一個主音後，佢會當當推薦你來聽一下客家歌，講唔講頭擺要聽平板啊、散歌也得。你細細時就有唱冇？有，就是國小有參加客家的比賽，像是客家大追鼓啊，或者是老客家狗蟲比賽這樣，然後都是國小的代表，所以小時候都是有做過訓練，所以那時候就對於這些非常的熟悉。對對對。咁你從細就參加比賽，咁你細時就客家話應該講到清好啊？一開始是不會講的。你不敢冇講嗎？有講啊，但阿爸老阿妹唔會老愛講。就會老阿公阿婆講，對，就是不會跟我們年輕小朋友說，所以一開始就是我們都不太會說，然後是到國小去學了之後，回家就會想說，那我就來講講看就是大家聽不聽得懂，對，嗰時候有個欣賞就自投你就做嘅，對。係我嘅客家話嘅欣賞。哇！竟然一下，我不是去潛欣賞嗰時真好得用，佢當時本來接觸冇共用嘅音樂嗬。嗰時候一下對客家嘅傳統嘅散歌也得有曲調，唔會上分。其實小時候聽到的時候就會覺得，我怎麼聽不到歌詞？就是聽起來很像是這樣一直在哼。所以呢，後來去練習之後才知道，原來他的歌詞是跟那些連在一起的，所以聽起來就覺得好像是一開始會覺得很像原住民的歌曲，就是很像在就是山谷回盪一起衝過的感覺。主要安尼天上大你就做嘅呀。睇下啲講，一下雨寒你參加青島嘅比賽嗬，就開始有好成績出來咧。一開始你參加比賽時間，你有試過用客家歌去比賽嗎？有。第一擺就係
用客家歌。结果呢？欣赏讲，因为我听不懂，所以我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。对，欣赏某歌词吗？没有，因为他是独唱组，是冲州才有歌词。对，所以有点可惜。唱梦一味嘞。哎呀，就被刷掉了。可以参加吗？这种？那个有一个校际的比赛，北科大举办叫赤选奖。哦，不过你要他就会血池嘞，因为后来你还有参加赤选奖，系冇？有，后来是参加就是创作组的比赛，对，然后就成功让大家知道客家歌嘿什么样子这样。你们系唱客家嘅？系啊。各位拿到天几名同大家讲。听一秒听一秒。对。哇，安尼当好就变做一个歌唱本当初冇乜希望，都一下大名次咧，系冇？系啊。心境有青苔冇相同不过唔因为听讲以前伊系较害羞嘅。後來大家都會看到今日以韓啲節目當中係有動態轉變，到底係乜嘅轉變呢？等下節目當中啦，繼續同大家講佢嘅秘密哦。大家仲到福氣來咧，認同啲舞台當應該有磁性，有舞台嘅魅力呢。其實咧，真經係一點一滴去累積嘅哦。今日喺節目當中，邀請到了新生台嘅創作歌手王怡翰哦。佢講以前佢下內向下驚生活，不過呢下佢做得當勇敢嘅參加比賽，唱出自己嘅歌。你來問一下，到底佢有乜嘅放心呢？怡翰？其实一开始是因为非常就是第一次上舞台之后就喜欢上那个感觉对，乜嘅感覺？就是大家都在昆以冲狗，然后你就觉得我好像表现得还不错对，然后就想要有哈尼拜再上去一次这样对，然后但是因为上了大学，然后我们大学又在山上，资源就比较少一点。对，所以就自己有想办法说去找一些能够上舞台唱歌的机会，所以就想到都在去比赛啊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去参加了各种校际大大小小的比赛，然后去训练胆量。哇，对，当真嘞！您这家自告奋勇讲，我要蹦出一家，进步出来参加比赛挑战一家。对，哪时开始？大一以上。就是一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对，跟你讲起来，其实你还懂积极、懂认真呢。因为很喜欢，就是很想要去做，所以就去努力实现他自己想要做的梦想，这样。对。古时候你系一上太好，就肯定讲爱自家就爱来唱歌。没错。都一下就冇改变。对。一直冲下去。跟你。你那时讲，我出去参加比赛，我二来想我秀演我自己的歌，他讲是太后3年生吗？对，对，从大3的时候才开始唱，然后那时候是先写中文歌，对，因为大家都唱中文歌，所以也想试试看。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学长，他之前有参加那个台湾原创比赛，他是原住民族，然后他就说。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用自己的母语哈嘎发来写写看，这样子，我就想说，好啊，就对啊，可以来试试看这样，所以就创作了2首这样子。哦，跟你知道在写华语歌同客家歌2个冇共用的语言有乜嘅都冇相同的地方？就是客家嘅歌词，很难，就是有一些会不知道该怎么翻，因为这个时间讲给客家话是比较白话的，就它生发的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在写歌词的时候，我写的歌词就会比较白话。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写艰涩一点的，但是就是可能有点困难，或者是谚语类的，因为自己比较少去听到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在
歌词这一块还要再加强。哦，的确很认真来讲客家话，真的有帮助。其实也有青岛的资源，名路巷做的茶，有书店啊，也讲有乐谷营业啊。青好嘅唔要做得满，不卡嘅老人家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摸一下的，又增加你对自己的感情。有啊，其实刚刚讲的都有做过，就是全部都有查过这样。对。不说一下，对于客家歌创作来讲，现在挑战其实很难应验哈。系啊。哦，加油加油 ！OK。唔过你开始写，你就会想要进步没？想要进步，你就会喜好没？好，给你知道平常时写歌曲，你讲爱灵感，好，爱灵感本你心态嘅能量嘅来源系乜嘅？是我生活的一切。就是大大小小琐碎的事情这样，对，所以我的爱个歌曲大部分都是在写爱个生活，哎呀，爱到个生活，然后本期加迄爱童年个生活，很多都是这样，对，来自生活的一切感慨，古时候想要好好写歌，还是体验要好好的生活。你这样有感觉，这样有感通没？系啊哈。你也即家的教音乐的时节，会知道故事吗？其实，应该是说，如果我能做好自己擅长的事情，就很开心了。对，古时候梦想很多。嘿。我第一个，你即家还有一个乐团，你到上个世末有一个动神奇嘅乐团，你都买乐团。我哋個名係 loser。等一下，你有冇嫌即個人都 loser 嘛？loser 英文哈 ，loser LOSER 哈，也係輸嘅人呢。因為那時候，就是我們3個女生都沒有男朋友，然後對愛情其實蠻憧憬的。對，但是身邊的情侶朋友們都會故意在我們面前就是po閃照啊，我們就會很生氣，很生氣，就覺得哦，單身其實也不錯啦，然後就寫了這首歌。其實真件哈，自家意思係沒有自家嘅快樂哦。唔過人講少女情懷咩哈？嗰時候3個世末就搶下來搞樂團咯，就寫一首歌嘛，也還有繼續寫嗎？冇嘞，因為冇嘞，因為其實我們3個人各自原本是有自己的樂團，或是自己有發展這樣子，對，所以其實那時候是因為每天一扎比賽，然後我們就一起，對。然後去比比看，結果沒想到一比，然後大家都很喜歡 loser 兩個歌，就是寫到心坎裡這樣子，對，所以其實蠻誤打誤撞的，對。有機會係喺做啲合作，就很多脫單嘅呢，係嘛？可能 winner 啊，本來是 loser， 喺裏邊 winner 啊。對。其實創作嘅過程當中，有個音樂嘅路向啊，啲講青島有本義幫助也肯定係嘛？其實很感謝的都是我的老師們。對，第一個當然是我嘅主音，貴少嘅主音。就教你講客家話，唱客家歌嘅。對，就是如果他沒有教我講，我就現在也不會講客家話這樣。對，然後再來就是我的高中的吉他老師，大學的吉他老師，然後還有之後要一起工作的老師們，對。就是他們都有給我很多寶貴的意見，然後給我就是可能一些比較好的建議，對，我可以慢慢的調整到最好的狀態。一下當我畢業未啊？你嚟有咩新嘅規劃嗎？希望我做得出一張專輯。出乜嘅專輯要上班嗎？客家專輯啊！耶，加油！係一下開始來進行嗎？正在進行中。哇！咁你意思就講有可能今年就做得有機會聽到嗎？做得哦，年底吧。年底係嘛？啲前幾張嘅你張潘嚟自家經營嘅創作嘅音樂費哦，也係完全從自家嘅歌。對，在那時候是想說在畢業之前可以來辦一場小小的
创作的演唱会，然后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挑战，因为以前都是冲判赢给狗。对，就是都没有自己的，然后这次就想说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来办一场全部都是自己的歌这样子，所以就在3月份的时候举办了第1场。哇，安尼算起来，你嘅毕业音乐会已经演蛮顺利的哈。对，未来就会爱做专辑嘞。对，哇，做专辑要有当多嘅体力，韩国有真多嘅想法要去执行哈，安尼係冇簡單嘅哈。安尼迄個所有嘅朋友想愛啲網路上啊，一個行得到嘅了解你嘅消息做得到哪？可以去臉書上面搜尋我的粉專，然後我的粉專叫黃宇涵 ，HAN 就是黃色的黃，宇宙的宇，寒冷的寒，然後 HAN 就會看到我的粉專，上面都會有我的資訊跟近期的表演這樣子。哦，就做得看得到咧，嗰時候大家做得發落嘅嗬。以後呢，從高中開始彈吉他到也下，安尼算起來，7年嘅時間。其實差不多5、6年。6年哈，6年。嗰時候一下自家咩開始要教啲學生嘅，彈到自彈自唱啊，嗰時候想愛彈吉他，想愛學，想愛入門嘅人，有咩建議俾大家？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怕在別人面前唱歌，對，然後我覺得要多多練習，然後要一直彈唱，這樣子，他就會慢慢一點一滴的進步。哇，好，無論係想愛練樂器、想愛唱歌、想愛展現自家嘅人，當像以涵家下講嘅嗬，才對自家有信心，100、200、300、100擺、200擺、300擺，也舞台就係唔嘅哦，繼續加油！咩祝福以涵新嘅專輯做得當順利哦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《起來咧》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你欣賞來做沿途，等嚟了。